豪宅市场的话比较特别一些。那去年的话，事实上有很多这种资金比较雄厚的买方进驻市场。那确实是有一些豪宅社区的话，它的交易量也都有逐步的这样提升。但是在价格的部分，我们也观察到，它并没有因为市场的热度提升而有刷新这个价格记录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出现。那最主要的话，当然这些买方他最主要是寻找一个投资的标的，或者是他资金需要一个停泊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标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很多是因为他可能原本预计是要出国置产，或者是留学工作等等的，因为无法出国了，所以他就选择在台湾置产。那这样子的买方，他对于这个价格下追价的这样意愿度，事实上是并不高的。然后再加上以台北市来说，这样子的一个豪宅也好，或者是高级住宅，它整个的市场供给量并不低，那买方的选择它相对比较多一些。然后所以这个市场游资虽然说是蛮多的，但是普遍来讲，这个豪宅的价格向上拉抬的力道并没有那么的大。那整体来讲的话，价格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平稳发展这样的一个走势。去年来讲的话，像这个大直的西华富邦，这个交易量都不错。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像信义计划区几个豪宅也陆陆续续有传出一些交易。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一些指标型的豪宅或者是一些指标型的地点的话，在去年的话，它这个交易量是比较好的。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笔的交易量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户数本来就比较多，因为以豪宅来讲的话，它这个户数总共有200多户，在这个豪宅的这个规格来讲是属于一个户数比较多的这样子一个豪宅社区。那它除了以上这些特点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基地面积有7000多坪，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地面积的豪宅。那它在这个做这个建筑的规划上面，当然它这个气势也好，或者是整体的这个硬体的维运来讲的话，都是有一定的吸引程度。然后再加上因为它这个基地比较大，然后规格比较大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呢，所以它的公设比呢大概差不多是在30%。那以这个我们近期看到这种比较新的豪宅来讲的话，公设比可以在30%以内是相当罕见的，所以它这个实际的使用坪数比较大，这也是会吸引就是很多高端买方他会愿意入手的原因之一。那再加上它1、2楼的话有这个就是比较豪华式的这种公设休闲设施，这也是很多这种高端买方他会比较偏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设施以及这个硬体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最主要的话，当然是一个隐蔽性比较高。那对于这些高端买方来讲的话，这也是他们的主力诉求之一。那除此之外呢，因为也有很多这种政商名流会进驻这种指标豪宅，那对于这种购物的这样子的一个带动效果，也是会比较理想的。那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基地基本上还蛮方正，而且四面临路。那它最主要的一个新闻这个指标性的重点就是它是这个黑松的 KK 组，然后后来这个是有这个润泰标下来，所以它在当初就是润泰标下来的时候，在市场就有造成一个很大的回响。那它旁边就是临近这个微风广场，那整体来讲呢，这个周边都是以一种比较高端消费的族群，那所以呢，它在这个推出的时候也是以这种企业的2代、3代来做这个主力的这个购物的这个目标客群。那因此呢，它也有一些就是它特别的这种豪宅特殊规划，那以及它这个1楼呢也有专用的庭院，所以呢也吸引很多这种就是高端的买方会对这样子的案子有兴趣。